Chinese. If that is so, please follow me around. Mr. Yan, the equipment here is more or less like those we have on Earth. Some are like suction machines. Mosquitoes are sucked into them at the entrance and very soon at the exit of the machines. Move above, so goes like cotton wool goes OK Google， Chinese. When mosquitoes are 请帮忙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 mosquitoes place, there is so 按喇叭，出现喇叭。 the energies of pain. OK Google，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你看，用语音助理速度很快，比以前在网址还要先进入 Google 网页，然后在网址栏搜寻。Google Play 网站出现了，最上面那一行可以搜寻的，然后要按喇叭呢。但是这里画面已经有看到了，中国早安啊，早上好，下午好。你看。这个就是所谓早安祝福，那些图文的啦，那种手机程式 APP 啊，就可以创造那些给人家问候早安、午安、下午好、晚安。早上好就是来自于 Good morning 啊，晚上好就是来自于 Good evening 啊。传统的中国文化是说早安、晚安。还可以在照片上加文字的呢，那个搜寻叫做照片加文字。照片加文字，如果照片里面有文字要变成电脑可以复制贴上的，那要找文本扫描仪。文本扫描仪。现在按喇叭试试看啊！早安祝福图文，就是在搜寻早安祝福有关的那个手机程式 APP 就会跑出来。好了，要按哪里啊？按一下，再按一下喇叭。早安祝福图文，按一下喇叭，它才知道要搜寻。你要先按这个搜寻位置啊，然后再按喇叭了。已经有选搜寻过萤幕朗读呢，网页也可以朗读的。先按一下，然后再。你看早安祝福的话，很多手机程式 APP， 先按一下那个网址栏，先按一下网址栏，然后再按喇叭，麦克风了，这个叫麦。早安祝福图文，早安祝福图文。看，网页就会出现很多相关的。你看，网页出现很多相关的，这个都是可以创造问候图文的那种手机程式 APP 的。中国早安祝你好，早安中午好，晚安祝福早安问候贴图，早安问候与图片还有动画的嘞，字中繁体字下面还要加一个衣服的衣，问候图早安问候与图片中国早安祝你好，早上好，早安和晚安之爱你看有孔雀图了，有安装了呢。早安祝福图片，早上好，问候与大全问候与大全，
台湾旅游景点的也有手机城市 APP 的，诗词古诗词大全的也有手机城市 APP 的，神盾测速照相也有，内涵语录书法字典呢，书法笔画那个研究，名句的古诗词名句赏析，连统一发票兑奖都有，成语典都有手机城市 APP。还有印尼语翻译多种语言翻译，还有新闻直播城市 APP 的，全路行车记录器，竟然行车记录器也有手机城市 APP 的，连行车记录器也有手机城市 APP 的。真厉害。下载安装，安装，免费的都有广告，有的还有引诱，要小心了。要正常的行为才免得被引诱迷惑，要端正心念，减少被迷惑、被引诱。